打造就到山那边那个地图里来里去，墙壁都会请一堆沙鼓呢。拿出盐酸来合色，两项东西按样的分出3种石头呢。唔单止係用呢，同我搞到安將，竟然可以貼鋪石頭誒！哦，石頭地圖真係上到樣嘅呢。唔是掉緊，見唔見啦？出來叫我落去潛石鼓哦。講到見唔見嘅口號地牌嘅亮亮平先生啊，佢來到石崗鄉，看下過去。按多個石鼓，上來基本嘢，我來潛馬間咯。掠掠，嘿，哦好，辛苦你隻。牙齒，嘿嘿嘿嘿嘿嘿。你眼石條來講，你做眼用嘅機會冇多。原來啊，人家郭師傅講，石條除咗技巧之外，托石鼓咩當中有嘅哦。咁說啊。我到教伊個石鼓，轉到郭師傅嘅屋下，佢發揮考試，把石鼓設計做佢最好嘅怪嘢。大家看啊，係咪當場正經嘅啊？唔單止係較怪嘅，同郭師傅嘅作品喺平山地圖啊，還那係同硬 QQ 嘅石鼓地圖，較做客家嘅溫柔，還有獎哦。全國石雕專家過後，楊先生老師經要好，我來同學出去了。按好嘅電視，唔知見唔見先生要帶人去搞乜嘅呢？不過先生望來，大家看到又變又亮嘅河巴水，佢嘅樣唔係搞笑嘅呢，同河巴順口人嘅鬼太隊嘅石鼓，當場啲嘅大水漂嘅了。哦，奇怪哦，先生以為對呀，就係盲東嘅。楊先生講好根本要帶好東西搬嘅，楊妹到一下還蠻看到呢。哎，三個，看下丟3個。哎，思錦。哎，楊老師，哦，第一隻眼鏡呢，哦，懂了，來，我要片。哦。又係見唔見啊？哎，你給我青島跟三條的都市的楊老師哦。楊老師好。哎，楊老師，你係咪搶你企業石雕達人？啊，你在嘛個情報中？有我在講。有哦，按住哦，有嘛個哦。聽少。哦喲，按住。哦，有係嘛個過咯。哎呦，哎，哇，這樣好多老師這不能打水漂。呀，多這麼大個。那我們的呢？是恐龍蛋吧？哎，礦泉水。對，這邊有寫 HCl 哎，鹽酸吧？嗯，對，鹽酸。老師讓鹽酸做什麼？鹽酸可以鑑定石灰質，嘿，石鼓底部有含石灰質那些，滴上去它就起泡，那一定很有石灰質。哦，你就想看呢，因為楊老師在按到嘅石頭咯，係想去做乜嘅咧？有頁岩，可以用來原住民的蓋房子。哦，所以蓋房子、石板屋。也有人拿來烤肉，石板烤肉嘛。就是然後吃的，對嘛？要不然你們想到什麼？裝飾啊，多漂亮！呢度一本同學了解韓那度嘅石鼓，先生特別到台灣各地收嚟無樣嘅石鼓，無樣嘅素材嘅石鼓就用無樣嘅鐵石，真係當神奇呢。墾丁，哎，剛剛都墾丁帶轉來。墾丁是耶，它很多洞呢。對，有很多，所以石頭有很多不同的狀態。先生手嘅睇一條石鼓過後，拿出加拉火，用一條東西啊。出咗啲石鼓嘅成分咯，一下咧，除咗看啊，同學用板利用一條加拉火，大家要會前到用板嘅石鼓咯。嘻嘻，一下大家就等等來看啊，記得會做到樣嘅咯。姐姐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找石頭啊。可是這個好像不是這樣用吧？啊，老師不是說是測石頭的走向嗎？啊，我就測啊，你看。對啊，就是測石頭走向，應該是像測那種石頭的走向。那種？對啊。不是這。哎呀，我來啊，走，跟我走。
放地上啊。放地上。对。然后要分地上的东西，所以这边有一个平行，先看这里。然后呢，再看这罗盘。所以用下罗盘量一下，就会对硬膜大只嘅角度，还有帮助嘅风味哦。所以大概倾斜80度到90度。哦。看里面那里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同學都前到自家愛嘅沙菇咧，沙丁啊，就會來測試睇家嘅沙菇，來看啊，有冇嘅毛同樣咯。沙菇做前帶咗來了，先生教人幾隻簡單嘅方法，用箧砂做啲箧起來嘅，就會火成啊。啲岩水會不破反應嘅，就會失分啊。箧砂箧唔起來嘅，岩水咩冇反應嘅，就會普通嘅沉積岩了。梁老師，你看，同學拿按到嘅石頭做來呢，然後研究開始來測試一下。這是我講的。哦，那你覺得它是什麼樣？什麼種類的石頭？我覺得它裡面有鐵礦吧，因為我剛剛好像有點吸起來。那你研究來看一擺，好，實體可不可以吸上去？好嗎？啊，照吸一半，它這樣看呢？哎，做對呢，吸上去了。哦，哎，就表示嘛嘅，有鐵，有鐵。哎，那你研究用鹽酸來試一下，好嗎？會不會有反應？會吧。哦，有沒有？沒有。沒有哦，沒有反應，那你表示嘛嘅？它沒有碳酸鈣。哦，沒有碳酸鈣哦。箧砂漂嚟起來嘅，唔過冇碳酸鈣嘅反應，係夾頭看啊，也係冇嘅沙菇呢。咦，冇唔錯，佢就係火成岩嘅一種哦。你知道你撿的石頭是什麼樣類型的石頭？米迪呢？米迪哦，拿測試，好。它有沒有吸住？沒有。冇呢，按你就表示有隻石頭沒有鐵礦。沒有鐵塊。冇鐵咧，哎呦，司機呐，係鐵礦啦。好，那我們現在用鹽酸試試看。有沒有氣泡？沒有。那換幾顆？有沒有氣泡？沒有，都沒有。箧砂落鹽水都冇反應嘅沙菇，就係普通嘅沉積岩了。唔過同學就很有問題耶。它為什麼會是紅色的？紅色含有鐵或是錳，下雨天雨水滲到從孔隙裡面滲到中間來，然後中間來外面沒下雨，太陽一曬，水被蒸發了，用毛細現象水分上來，它溶了那個鐵，那水跑掉以後，那個鐵礦就留在這上面，赤鐵礦。那為什麼赤鐵礦不會被磁鐵吸？赤鐵礦沒有磁性，沒有磁性。原來啊，銅鐵礦和黑鐵礦底度鐵流溶組成嘅比例，和普通嘅鐵礦冇同樣，故所箧砂就會箧唔起來。咦，要學到一隻新常識咯。哦，吸住了。同學，你們知道除了鐵有磁性之外，還有什麼有磁性？銅會有嗎？金。沒有。算了。然後呢？還有什麼？銀也沒有。金銀沒有。然後呢？鋁也沒有。等一下，我現在是問有的呢。對不起。哎呦，這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這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啊，你們都沒背週期表哦。哦，就像鐵啊、鈷啊，老師對不對？還有一樣。哦，就像鐵啊、鈷啊，老師對不對？還有一樣。鎳。鎳。鐵、鈷、鎳，所以這三種有磁性哦，理解嗎？同學買那sau類嘅石頭，做得變做火成岩、沉積岩，還有變質岩，到底佢哋係點樣形成嘅呢？幾乎
后经过火山作用，喷出来嘅岩浆，因为有空气也有水，故所会天天嘅冷却，冷却过后就会变做火山啊。再过来啊，岩石因为风吹日炸，会变到油油嘅，经过大自然嘅潮湿、白润、沉积，还有硬化作用，就会形成沉积岩哦。另外啊，火山岩也系沉积岩，会因为板块运动，呈现天后嘅动情嘅素材，受到高温也系压力嘅影响，你会形成变质岩哦。头准备好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哎，就要开始喽。杨老师，哎，做啊！哎呦，按紧走，按紧走。有办法紧张？眼头想要解剖石头啊！解剖石头，看嘛？看石头底部会有东西。哦，看底部有东西。那你们自己怎么不看做呢？解剖石头哦，太恐怖了。老师，你帮我们解剖了。哦，这很简单呐，我现在把怎么切石头，怎么使它变成薄到光可以透得过去，才可以在显微镜底下看到。啊，切这么薄，是那个薄薄。切这薄吗？看技术。只有杨老师做得做的。切不你看。好。拿上椅子过来。老师要先切哪一颗？先切这颗好。好，我要做的，拿个水过来。啊，杨老师，好热啊！不是，这锯石头的时候，那个会产生很大的热量，所以要在水里面锯，一方面可以冷却，一方面不要给它有粉出来。好，这样。好，然后现在试试看。跟时紧张到安样，现场嘅气氛你变紧张了呢。至少都在三条破片，哪就咱们参好啦。这样切好了以后，从这边切一刀，就会把它拿下来了。哦，好嘞，好嘞。好。那这一片薄薄的，放在显微镜底下就很大，但是这现在不透光，所以还要磨。磨唔错，将参考嚟嘅石头啊，含唔拉破喎，後用豆沙同沙子攞去磨平來，將做嘅夾碗，用膠拉嘅岩頭再薄片當紅固天，等佢冷脫咧，再個落去打下破掉嘅。做好過後，要定講檢查，是為破片做得挑工出做得了。杨老師，好了沒？好了。Thank you。好难磨啊！好，大家来看这沉积岩的特性，一层一层的碎屑物慢慢沉积下去，有这个直条线磨成薄片以后，真勁誒！用顯微鏡來看，清楚看得到岩石動搖嘅結構哦。接下來啊，我哋來看啊，沉積岩同顯微鏡下嘅樣嘅哦。這個是沉積岩嘛？对，沉积岩是碎屑，这个黑黑的是磷铁矿，然后这个是褐铁矿。那亮亮的呢？亮亮是石英颗粒。为什么中間會有一條？这条线是石头上面的，我们讲裂缝叫节理。岩石受到冷缩热到太阳照射或白天晚上温差的关系，它会裂开来。裂开的时候，那如果不小心有下雨啊，雨水就从裂缝进去，把磷铁矿溶解，然后从这裂缝出来。那裂缝出来，水又因为靠近表面蒸发掉。水跑掉了，磷铁矿跟空气接触变成褐铁矿，所以我们的岩石常常在里面那个地方是灰色的，它含有少量磷铁矿，表面上面常常变成褐色或者红色，红色是赤铁矿，褐色是褐铁矿，所以这个是露出来的岩石上面常常有的现象。看過沉積岩嘅體色過後，先生特別拿出之前準備好嘅各種岩石切片。最近看都蠻是看過誒，冇想到啊，平常時看起來一系列都冇大型嘅石鼓，用佢強強嘅結構，同顯微鏡下，同我講定佢嘅成長故事哦。
这块石头跟其他石头差好多，好特别哦，这一块。那这一块石头是台湾上面特别的、很特别的一块石头磨下来的，它是有被陨石撞到的石头，叫冲击岩的。那陨石撞到地面的时候，它把它的能量传给石头，那这是能量很高很高，结果呢，它就边缘融掉了。没想到啊，陨石竟然做得创出由无穷样恐怖结晶嘅变质岩嘅，也嘅从外太空跌下来嘅电路，实在很神奇、很宝贵哦。所以陨石带来的能量是很大的。很大很大，它每秒钟大概15公里。快哦！所以一个陨石从天边这样子下来，了不起10秒到5秒。怪不得许愿的时候都来不及。对，来不及。哇！那如果捡到陨石，可不可以卖钱？可以，基本上。看下一明天就挖。OK， 那怎么判断？铁陨石有很强的那个铁很强，一吸就好远地啪，它飞得过来，飞过来。真的假的？是很夸张哦。沙古嘅世界最近动好搞呢，先生讲啊，认真研究还有机会做得难落比你奖呢，同学堂咧大家都动3万，表面看也着沙古嘅根本。到底你哋去上去电脑比你奖，也係上去請運沙輪買啊？哦，杨老师，你做这么干呀？装空了，做一下纪念品送你。啊，不对，这样子的。哦，这超哎。先生，你讲你做嘛干？我要装一下空了，做一下项链的坠子，送你当纪念品。送来呢？哎呀。哦。啊你呀，坠子要钻多久？大概1个钟头。哎，很久哦。哎，那不要有这样子。钻很久呢？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？有。那什么？雕粉笔比较快。粉笔哦。它手麻汤。哎呦哦！啊，你研究了雕粉笔。先好粉笔解释，然后自家加一个加拉火。我记得咯，我带点树蜡嘞，还有父母浆，撒下来就做得开始了。拭目以待哦。你是用阳科还是阴科啊？我是用阳科。阳科哦。什么是阳科？阳科就像我这样啊，我要的字会浮起来，然后其他地方是凹进去的，标是凹进去的，就像印章一样。所以阴科是反过来哦。对啊，阴科就是你要的字会在上面。哦。哇，先生點解睇我數門事件嘅電路誒？卡卡就係事件嘅名嘛，卡卡事件嘅動貼片誒。先生，沒上會啦。那你在做什么？哦，我在做稻草人啊。那你能刻一条龙出来吗？龙啊，很难呢，刻在你身上，对不起。同學刻作品嘅世界，事件嘅當然真啲嘅刻自家嘅作品誒。大家同看啊，到底佢要刻乜嘅東西呢？經過研究嘅時間，老師，你看，來做嘅。2把個東西。筆啊。不是3個洞而已哦。還有幾個？我看到嗎？哦。也還空心的呢。空心的，你要慢做啊。嘿嘿。慢工出細。好厲害。很像笛子吧？是啊。粉筆做嘅時候誒，事件啊，你實在很有創意哦。外面有東西做過嚟。要應該秒呢？2碼。絲巾。哇，同學有沒有看到？絲巾姐姐專屬的一顆項鏈墜眼，這是老師的心意嘛，我就先收下了。啊，我們先看一下同學的作品，我們的阿佳，來看一下你做的是什麼？我做的是仙人掌。好可愛喲！這是手是不是？對。它還可以移動哎，代表它有穿過去哦。還有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它有名字嗎？哦，它就叫阿佳，是這樣。你係阿佳，國寶呢？阿家同學嘅無個人，真係當有創意呢。接下來我看馬莎嘅作品啊。都是同學。老奶還有楊老師講，你做了什麼？我做了一些與眾不同的鉛筆。與眾不同的鉛筆啊，可以啊。
哪有与众不同都一样啊？有啊，都不一样啊。你看，这支蓝笔，这支黄笔，这支红笔，然后橙笔、绿笔、白笔，每一支都与众不同啊。将来65年的经验，这是宇宙唯一一根这个样子的粉笔，没有一根跟它一模一样。好，我们先看阿萨同学秀出你的作品。菜科，看到吗？杨科，这是杨科，叫朱文。好强哦！杨老师，我们来看 BOSS 同学做什么？他怎么没有雕东西呢？就这样亮光平平的。有啊，还没有。想到 BOSS 这么细心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就不输西藏喇嘛那个沙雕啊。沙雕。杨老师，你刚刚说这一只像什么？有一点像我们古董里面的象牙雕。象牙雕，哦，这本来是真的，对啊，远远看不起眼，近看哇是。我刚才讲国宝讲错了，这个是个国宝，这是天下第一支粉笔，所以还是粉笔是粉笔啊。哦，你看 BOSS 同学，你看 BOSS 同學，你當做係天下第一嘅粉筆啊，做得去做雕刻師傅咧。冇想到，紀念細細嘅沙鼓，就做得三成暗，都解可好知識咧。除咗大家做得發揮創意，做出動體嘅作品，還那套顯面鏡地圖，發現沙鼓嘅獎，沙鼓嘅形式啊，就像係當重嘅故事，見證一個世界嘅始終。今晡日應該請沙鼓之禮，就同同學嘅小上地圖而結束了。有啊噶，高考好！哇，三条！耶！那这也是唯一一支红笔，唯一一支黄笔，好好收着，记得要带回家哦。